大家好，我係和你哥，你聽緊嘅係和你看歷史。呢一條片呢係和你看歷史呢個 channel 第一條片，可以話係開台首播影片。呢條片我會由拿破崙嘅身高講起，再用一種輕鬆生動嘅方式同大家講下英國同法國接近1000年嘅恩怨情仇。關於和你看歷史呢個 channel 嘅背景同構思呢，我已經出咗另一條片，詳細同大家介紹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不妨揾嗰條片睇一睇。OK， 咁言歸正傳啦，我諗呢，無數人心目中拿破崙係一個矮仔，呢個印象呢可以話深入民心嘅。事實上，還原歷史真相呢，拿破崙係矮仔，絕對係一個歷史大誤解嚟嘅。拿破崙嘅高度喺當時法國人嚟講呢，一啲都唔算矮，甚至算得上係中等，甚至輕輕高啲添。拿破崙係矮仔，既係一個誤會，亦係英國人刻意貶低拿破崙造成嘅。好啦，咁到底拿破崙有幾高呢？拿破崙死後，根據當時官方醫療記錄換成現代嘅計法呢，大約係1.68至1.7米，咁即係大約咧5尺6寸到5尺7寸嘅。以當時男性標準，絕對都唔矮噶啦。咁點解佢會被描繪成為矮仔呢？因為咁嘅，拿破崙死亡記錄係用法文寫嘅，亦係咧用當時法國嘅舊制嘅。個記錄係寫5個 piece 2個 poses。英國人呢就誤會咗，以為拿破崙係5尺2寸，於是就係咁，拿破崙俾世人誤會咗200幾年話佢係一個矮仔。另外呢，確係有啲記錄話拿破崙身形比較矮，事實上係點呢？當時好多人喺拿破崙成為皇帝之後，先有機會好遠距離咁見佢一面嘅。咁通常呢啲場合呢，拿破崙身邊都係一啲好高大嘅精壯衛兵，於是對比之下呢，視覺上拿破崙咪變成矮仔咯。仲有更重要嘅重點係英國透過長期嘅政治漫畫同埋文字嘅宣傳呢，將拿破崙描繪成為一個又瘦又矮嘅病態人物，將拿破崙形容為排骨仔 Little Bony。18同19世紀英國嘅政治漫畫非常興盛嘅，深入民心。今時今日大英博物館仲保存大量呢啲諷刺漫畫。至於點解英國人當時咁憎恨拿破崙呢？呢度牽涉到接近1000年嘅恩怨情仇啊！呢個古仔我一陣間慢慢再同大家講。不過呢，有一點大家不妨思考下，拿破崙係軍人出身嘅，如果佢淨係得5尺2寸，佢嘅高度又邊度夠資格入伍當兵呢？事實上呢，當時除咗北歐之外，歐洲男性嘅身高平均都係5尺5寸到5尺7寸左右，英國男士都係呢個標準嘅啫。因為咧當時營養水平冇依家咁高嘅，就算今時今日2020年嘅統計英國男人平均都係5尺10寸啫，法國男人咧平均5尺9寸，只係咧矮英國人1寸。不過當然啦，有啲人話視覺上法國男人似乎矮好多，咁呢度有機會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啊。翻查資料啦，拿破崙入伍當兵個年代咧，高度要求係5尺6寸，所以拿破崙冇可能矮過5尺6寸嘅。OK， 咁我和你哥幫阿拿破崙嘅身高大平反之後呢，跟住要講下點解英國要刻意矮化拿破崙啦。前面講咗啦，呢度咧牽涉一段1000年恩怨情仇嘅。簡單啲講呢，英法嘅恩怨情仇分為2個層面嘅。第一咧，喺英國嘅角度，法國係英國嘅安全、利益同霸權嘅最大威脅。第二咧，英法之間有一段糾纏不清嘅主權、繼承權同君臣關係嘅爭議。兩樣嘢加埋，英法就互相仇恨咗接近成千年。各位唔係打足1000年而係鬥足1000年。呢段歷史要由1066年，即係960年前講起啦。1066年，法國北部諾曼第有個法國嘅貴族，個名叫做威廉一世。咁當時法國係實行類似中國嘅封建制度嘅，即係法國皇帝封咗諾曼第俾阿威廉一世。咁即係法國皇帝係君，威廉一世係神。點知道呢個威廉一世竟然跨海去攻打英格蘭，仲俾佢打贏咗添。咁於是威廉一世就成為英格蘭嘅國王啦。歷史上呢次稱為諾曼第征服所以威廉一世又稱為征服者威廉。終於超矛盾嘅情況出現啦，英格蘭嘅國王就變成法國嘅臣子。咁即係英國國王要向另一個法國嘅國王下跪效忠咁樣嘅情況就複雜咯。各位，咁都未算複雜去到1133年，威廉一世嘅孫阿亨利二世繼位，
非常曲折地，亨利二世就娶咗法國西南部亞基坦地區嘅女公爵 Eleanor 艾莉諾為妻。於是亨利二世統治嘅地方就包括咗整個英格蘭，因為咧佢係英格蘭國王啊，佢又同時咧統治法國諾曼第同亞基坦。根本上亨利二世嘅統治版圖仲闊過法國國王啊。亨利二世咧就建立咗金雀花王朝，但理論上亨利二世仍然係法國國王嘅臣子。亨利二世見到法國國王咧，理論上都要下跪嘅。原來呢個 Eleanor 咧都唔簡單嘅，佢一心想咧夾埋佢個大仔做低亨利二世，自己咧實行做太后嘅，咁就真真正正統治整個金雀花王朝啦。可惜佢嘅密謀就失敗咗，俾亨利二世囚禁咗16年。咁後來咧，亨利二世死咗 ，Eleanor 咧就再做翻太后咁。亨利二世一死咧，英法兩國就正式大開拖啦，一打足116年，即係英法嘅8年戰爭。OK， 咁英法8年戰爭又點解打起上嚟嘅呢？其實係咁嘅，由威廉一世征服咗英格蘭啦，既做英格蘭國王，又喺法國諾曼第有一大片封地嘅。當時法國另一個貴族卡佩王族咧，已經就唔順氣噶啦。去到亨利二世嘅金雀花王朝啊，你英國國王喺法國統治嘅地方仲大過法國國王同其他貴族喎。咁搞下，用咩英國國王統治埋整個法國嘅。到時分分鐘輪到法國嘅貴族要向英國國王稱臣啊！咁所以金雀花王朝期間呢，法國嘅王族已經不斷侵佔亨利二世喺法國一啲封地嘅，咁多數係法國嘅王族打贏添。終於啦，1328年法國國王查理四世就死咗，法國嘅貴族咧推舉腓力六世做法國嘅國王。呢一鋪咧就輪到英皇愛德華三世唔服氣啦。愛德華就提出佢係查理四世嘅外甥，查理四世係佢舅父，腓力六世咧即係查理四世嘅堂阿哥，所以計翻條數咧，佢承繼法國國王皇位先至啱數咁。嗱，各位一講到呢啲皇位繼承權嘅問題啦，就複雜啦。咁最後點咧？唯有靠武力解決啦。英皇愛德華三世咧都好醒，佢用咗幾年時間喺瑞士荷蘭同依家嘅德國一帶咧拉攏啲盟友，終於1337年就正式開打。由於愛德華三世準備充足啦，戰爭頭2個階段佢都係佔上風嘅。咁終於打到去1355年，英軍咧直情俘虜埋法國國王約翰二世添。經過多年戰爭，英法兩國咧都開始出現民族主義啦，開始區分英國人抑或法國人。之前咧英法之間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例如啦，有幾位英國國王咧曾經喺英格蘭推廣法語嘅。法國好多地區咧英語都好普及噶，但係一打仗咧就你殺我，我殺你，就變成仇人啦。終於咧，法國就出咗個大英雄喎，仲要係女英雄添。呢個人呢係聖女貞德。貞德咧13歲嘅時候自稱聽到神嘅指示，叫佢去幫助法國王儲查理七世。佢成功咧說服咗查理七世，俾佢帶兵出戰，驅逐英國人咁。結果喺奧爾良之戰大敗英軍。呢一次勝利重要咯，快速扭轉咗英國嘅優勢。同年7月，查理七世由王儲就加冕成為法國國王。貞德咧就護送查理七世前往蘭斯大教堂加冕。法國軍民馬上士氣大振。可惜1年之後，貞德咧喺一場好小型嘅戰役之中失手被擒啊。咁最後英國以宗教審判方式就指控貞德係女巫，係異端，仲有佢女人着男裝咁，然後咧就將佢燒死啦。咁直至25年後，教廷先為貞德平反。再到464年之後咧，當時嘅教宗本篤15世就將貞德咧封為聖人，所以稱為聖女貞德。1955年，香港有間天主教中學，個名咧叫聖貞德中學，就係紀念聖女貞德嘅。總之啦，英法8年戰爭打到1453年，法軍幾乎收復翻所有英國國王喺法國嘅封地，只係咧加萊港仲未收復到啫。加萊港咧對依家好多英國人嚟講係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嚟噶。
點解呢？因為依家由英國揸車自駕遊去歐洲玩，多數係由英國嘅多佛港揸車上船，然後喺法國嘅加來港上岸嘅。簡單啲講，英法百年戰爭由1337年正式開始，就打到1453年。其實呢場百年戰爭，英法兩國都好傷嘅。戰爭期間仲遇上人類史上最嚴重嘅瘟疫黑死病。根據估計呢，當時歐洲3成至6成嘅人啊係死於黑死病啊。點解後來希特拉時代嘅德國咁仇恨猶太人嘅呢？依家歐美咁多人對穆斯林有偏見呢，某程度上都同黑死病有啲關係嘅。咁遲啲有機會我再出片同大家講。總之百年戰爭，英國咧就打到窮晒，法國咧亦係慘勝嘅，因為咧整場戰爭啊幾乎都喺法國打嘅。法國啲貴族咧損失慘重，勢力就急速衰退啦，國王嘅權力咧反而大咗。英法兩國唯一得到嘅係民族主義抬頭。英格蘭國內咧全部官方文書就用英文啊，法國人咧識英文嘅都唔會再講英文。從此英國就知道想向法國同歐洲擴張領土真係冇咁容易，於是咧英國開始向海洋發展，希望建立海洋霸權。法國咧就希望歐洲大陸同海洋兩邊都可以擴張啦。終於300年之後，1754年，英法又嚟一次7年戰爭。OK， 7年戰爭又打乜鬼呢？呢一場仗有幾大規模呢？可以咁形容嘅，7年戰爭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嘅預告片。7年戰爭爆發嘅地點由歐洲打到去印度，由非洲、北美、南美去到菲律賓。呢場戰爭有兩大陣營嘅，一邊係英國同普魯士，即係依家嘅德國啦；另一邊呢係法國聯同俄羅斯、西班牙同奧地利。咁嘅起因又點呢？先係咧普魯士同奧地利有領土糾紛，然後普魯士同奧地利咧各自都想揾啲大佬幫拖，於是拉埋英法落水啦。咁啱咁巧啦，英法兩國因為爭奪殖民地已經好多牙齒印嘅，咁於是新嘅殖民利益再加埋300年前嘅舊仇恨啊，終於咧又嚟一次大戰啦。前邊就講過啦，兩個陣營嘅血戰遍及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嘅。喺北美咧，英法大戰就稱為法國印第安戰爭。呢一場戰爭結果係點呢？打到1763年，可以話英國同普魯士聯軍大勝。從此咧，英國奪得加拿大嘅魁北克同蒙特婁，又奪得佛羅里達，同埋印度，仲有非洲嘅塞內加爾，成為咗全球海上霸權。所謂日不落國就建立咗啦。西班牙咧就攞咗法國嘅路易士安那。英國咧就將古巴同菲律賓俾咗西班牙，所以點解依家加拿大嘅魁北克講法語咧係法語地區呢？菲律賓仲有好多人識西班牙文呢，就係咁解啦。普魯士又點呢？就控制咗西里西亞，咁即係依家波蘭同捷克一帶，開始咧建立起後來德國嘅強勢地位啦。法國咧唔止失去好多海外殖民地啊，更加引發出法國大革命同拿破崙嘅出現。各位可能你更加估唔到嘅，冇英法嘅千年恩怨，就未必有今日嘅美國啦。美國能夠立國咧，都係同英法嘅恩怨有關嘅。嗱，前邊就講咗啦，英法為主嘅兩大陣營呢，喺7年戰爭打足176年嘅。英國嘅殖民地表面上咧真係多咗，但係咁亦使咗好多錢嘅。法國咧一樣打到窮晒。於是兩個國家為咗揾翻啲錢，英國咧就由本土到殖民地都盡量用盡方法抽多啲稅啦。法國又點呢？法國嘅國王就向啲貴族同平民埋手。終於咧，因為英國徵稅越嚟越重啦，再加上新教同天主教嘅宗教矛盾1776年7月4號，美國咧宣布獨立宣言，話要立國，要擺脫歐洲宗主國。咁英國當時當然唔制啦，而法國咧就偷笑，因為只要美國成功立國，英國就大鑊啦。所以法國為咗報仇一於揾美國做代理人啦，同英國開拖，支持美國獨立咯。法國咧當時做咗3樣嘢：第一，借錢俾美國；
第二咧就直接出兵同埋訓練啲美軍，仲有供應武器俾美國添。第三啦就派海軍直接同間接幫拖。咁當時咧派出63艘戰艦嘅去支援美國，海軍同水手嗰度講緊22,000幾人嘅。仲有當時荷蘭同西班牙咧亦想削弱英國國力嘅，於是咧亦有介入美國嘅獨立戰爭。結果咧打足8年，去到1783年，英國終於承認美國獨立，所謂日不落國終結啦。英國仲要嘔翻非洲塞內加爾同多巴哥俾法國添。點知道咧法國幫咗美國打敗英國，成功獨立啦，立國啦。好快6年之後，輪到法國自己出事啦。法國發生咩事呢？就係法國大革命。法國為咗撐美國獨立，提供咗13億里弗爾俾美國，折合依家嘅購買力咧，大約係900億美金嘅900億美金。根本法國打完7年戰爭已經周身債噶啦，依家再大撒幣支持美國。冇錯啊，呢鋪咧確係咧向英國報咗大仇啊！但係法國咧就出現嚴重嘅債務危機，咁唯有點呢？唯有向第3等嘅平民咧加稅啦。同一時間，美國獨立就成功建立咗共和國啦，又體現咗自由、平等、民權同埋新嘅公民納稅精神，就令法國嘅中產階級同啲知識分子咧對專制嘅皇權啊產生更大嘅不滿啦。咁另外參與過美國獨立戰爭嘅法國士兵咧，又提出其實冇咗皇帝，國家咧一樣可以好好咁治理嘅。咁為乜要咁辛苦養活一個皇帝呢？仲要俾呢啲窮奢極侈嘅皇帝割韭菜？咁當然法國人當時咧仲未有中國人依家嘅智慧睇通乜嘢係割韭菜嘅。割韭菜嘅學問咁高深呢，法國人當時仲未洞悉到嘅。總之啦，1789年5月，法國大革命爆發啦，法王路易16就被送上斷頭台。雖然咧路易16被形容為美國嘅大恩人，係美國之父啊，但係法國大革命，美國嘅態度係中立，唔關我事。美國冇幫翻路易16。各位大家以為法國大革命之後建立共和國，法國真係變成自由民主國家呢？邊有咁易呢？法國咧快速進入另一個恐怖嘅統治。咁另外其他歐洲國家又驚法國大革命嘅思潮咧會好似病毒咁蔓延向歐洲喎。咁終於1792年啦，即係法國大革命2年幾之後咧，奧地利、普魯士即係依家嘅德國啦，加埋西班牙、荷蘭同英國咧，仲有一班法國嘅流亡貴族組成反法同盟，就入侵法國喎。呢個時候咧，法國爆出一個民族英雄，打敗咗反法同盟軍。呢個人咧就係拿破崙啦。拿破崙直情佔領翻依家嘅比利時同萊茵河左岸啊，反法同盟就快速瓦解，淨係剩得咧英國同法國單獨打落去。跟住咧，拿破崙唞一唞，再遠征埃及，喺印度咧又同英國爭奪利益。終於英國就再吹雞 call 埋奧地利、俄羅斯同葡萄牙，組成第2次反法同盟，就同拿破崙再練過。結果打到1802年，由於反法同盟唔齊心拿破崙就動員到法國嘅民族主義。亦不能否認嘅，拿破崙係軍事天才。1802年英國終於同法國講和啦。點知道和平僅僅維持1年啫，英法又再打過。呢次拿破崙冇咁有心機打仗啦。點解呢？因為拿破崙好唔得閒啊，佢忙啲咩呢？要忙住過皇帝癮，佢要稱帝。1804年12月2號，拿破崙正式加冕，成為拿破崙一世。拿破崙做皇帝嘅夢想成真啦。點知道原來做皇帝係好邪嘅。1815年，即係拿破崙稱帝之後11年，拿破崙終於喺滑鐵盧戰役之中慘敗，長達23年嘅歐洲戰爭結束啦。有人形容呢場戰爭係拿破崙戰爭。呼應翻我呢條片一開始啦，歷史上英國人點解長期矮化拿破崙，將拿破崙描繪成為一個又瘦又矮嘅暴君呢？就因為英法嘅仇怨積咗幾百年，拿破崙可以話係威脅英國嘅代號。拿破崙死後英法幾次幾乎都再打嘅，最後都打唔成。1853年仲並肩作戰，聯手對付俄羅斯添。
去到1904年啦，正式簽署英法協約，由800幾年嘅宿敵變成盟友，所謂英法千年仇怨就此結束。嗱，不過好少人好似我依家咁為阿拿破崙嘅身高大平反嘅，亦好少人呢好似我咁由拿破崙嘅高度講述一段咁複雜嘅故仔。最後希望大家俾啲意見我，例如今日嘅片會唔會太長呢？又或者會唔會太悶呢？請大家講聲俾我聽。希望大家記得訂閱，仲有留言、點讚同分享，咁就最好啦。下一條片再見。